每日讀經與主同行，彼得後書第2章。彼得警告，必有假先知出現。佢哋有啲咩嘅表現？結局又如何呢？彼得後書第2章。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，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，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，連買他們的主，他們也不承認，自取速速地滅亡。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，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。他們因有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。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，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沒有寬容，曾把他們丟在地獄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審判。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8口。又判定所多瑪、蛾摩拉，將2城傾覆，焚燒成灰，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戒。又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，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中間，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，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，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，等候審判的日子。那些隨肉身重污穢的情慾，輕慢主治之人的，更是如此。他們膽大任性，毀謗在尊位的，也不知懼怕。就是天使，雖然力量權能更大，還不用毀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。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，生來就是畜類，已被捉拿宰殺的。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，正在敗壞人的時候，自己必遭遇敗壞。行的不義，就得了不義的工價。這些人喜愛白日宴樂，他們已被沾污，又有瑕疵，正與你們一同坐席，就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。他們滿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犯罪，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，心中習慣了貪婪，正是被咒詛的種類。他們離棄正路，就走差了，隨從比爾之子巴蘭的路。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，他卻為自己的過犯受了責備。那不能說話的驢，以人言攔咗先知的狂妄。這些人是無水的井，是狂風吹逼的霧氣，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。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，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那些剛才脫離妄行的人。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。因為人被誰制服，就是誰的奴僕。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，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，後來又在其中被纏住制服，他們末後的境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們曉得義路，竟背棄了傳給他們的性命，倒不如不曉得為妙。俗語說得真不錯，狗所吐的，他轉過來又吃；豬洗淨了，又回到泥裏去滾。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適。經文讀畢。彼得警告，必有假先知嘅出現，佢哋誘惑人走錯路，唔承認耶穌基督，只顧貪婪取利，帶嚟人對真道嘅毀謗。神必定會審判佢哋，
好像從前神審判犯罪嘅天使，審判挪亞時候嗰啲不敬虔嘅世代，同埋審判所多瑪蛾摩拉一樣。神又會保守敬虔嘅義人，如同挪亞同佢一家八口喺洪水中得拯救，又好似天使將義人羅得帶離開所多瑪同蛾摩拉。彼得責備呢啲假先知，好似冇靈性嘅畜類，隨意毀謗所唔曉得嘅事，就係屬靈嘅事，敗壞別人，亦都敗壞咗自己。貪婪同好宴樂係佢哋敗壞嘅原因，就好似巴蘭先知咁樣，因為貪愛巴勒嘅財富，就離棄咗正路，應允巴勒去咒詛以色列人。結果咧，喺路上邊反而間被自己嘅驢子用人言嚟到責備佢，可見佢就連畜生都不如啦。彼得責備假先知係無水嘅井，係狂風吹逼嘅霧氣，徒有外表卻冇實質嘅生命。佢哋用吹噓誇大嘅話，同埋放縱情慾嘅行為，話俾人聽可以得到自由，其實係走向沉淪。呢啲人話自己認識耶穌，其實唔係真嘅。佢哋嘅行為同豬狗一樣，所以彼得諷刺佢哋，倒不如不曉得為妙。基督徒會唔會喺信主之後又被罪惡纏住同埋制服呢？嗱，首先我哋要省察信心，真信心會結出悔改嘅果子，信心同行為咧係並行嘅。其次咧，信徒有責任要警醒謹守嘅噃，要順服聖靈嘅感動，偶然跌倒要立刻嘅認罪悔改。如果嗰啲自稱信主，佢係仍舊繼續嘅喺黑暗中行嘅呢，就係說謊話噶啦。約翰一書1章6節都係咁講。當然，神都會保守看顧屬佢嘅人。主耶穌話：誰也不能從我嘅手裏邊將佢哋奪去。保羅都係話：誰能使我哋與基督嘅愛隔絕呢？主係信實嘅，係要堅固同埋保護屬佢嘅人脫離那惡者嘅。好，請我哋祈禱。神啊，幫助我時刻警醒謹守，逃避世俗嘅貪婪，唔好放縱肉體嘅情慾，追求喺真道上邊長大成人，唔好中咗人嘅詭計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今日讀經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